今天9:05，在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6.8级地震，定日县县城以及周边的震感十分明显，震中所不宁静三餐，人悄莫浪迷年代，碰巧算秋季秋看，桑拉对听日秋来，呼呼呼，对你头年年见过，三千过梦有祝颂，你接受寂寞寂静，就看着给你悠悠，给你悠悠。给把帕马冲送，穷起别接受your song， 用他们扫天松，别人们那看我们嘿，呼呼呼，先那看咱去奔达，一那就听你妈妈，去南巴图卡米江，先都那都头都下，都头都下。南洋在嘎吉罗索，吉